星期一失蹤嘅9歲加州女孩 Melody Basser 嘅母親 Ashley Basser 被控非法拘禁，呢一罪名同女孩嘅失蹤無關。此前 Santa Barbara 縣警方接到林柏校區報告話，女孩 Melody 上學長期缺勤，喺10月14號展開調查。調查過程裡面，母親 Ashley 始終拒絕配合警方調查。證據證明 Melody 最近一次同 Ashley 一齊係10月7號。兩人可能曾經乘坐一架租嚟嘅白色 Chevrolet Malibu 前往內布拉斯加州，呢個車後嚟已經歸還。上週 Ashley 被指控限制他人自由。根據警察局嘅講法，警探發現 Ashley 喺一次事件中阻止一名受害者離開一個地點，構成咗非法拘禁。據案件同 Melody 嘅失蹤冇關聯，但警方表示無法詳細說明案件細節，以免妨礙佢正係進行嘅調查。軒亞維視記者編輯報導。